講起《尋秦記》，多少80、90後會瞬間熱血沸騰。呢部2001年 TVB 推出嘅穿越題材神劇，改編自黃易同名小說，由古天樂、孫孫、林峰領銜主演，開創咗華語穿越劇嘅先河。當年播出時，全香港街頭巷尾都喺度討論劇情，收視屢創新高，不僅成為現象級爆款，更成為無數人嘅青春回憶。如今時隔24年，《尋秦記》電影版於2025年12月31號正式上線，古天樂、孫孫、林峰等主演原班人馬重聚，再次喚起大眾嘅懷舊情懷。但今日斬唔掉風光依舊嘅主演，而係將目光投向當年同樣出彩嘅10位配角。當年佢哋憑藉鮮明嘅角色圈粉無數，機智狡詐嘅浪埃，傾國傾城嘅琴清，俠肝義膽嘅善柔，深謀遠慮嘅呂不韋。24年過去，呢啲演員嘅人生軌跡發生咗驚人嘅變化，現況差距之大，令人唏噓。你最懷念邊個配角？邊個嘅經歷又讓你最意外？接落嚟，阿珍就帶你一齊走進呢10位演員嘅真實人生。江華、路埃飾演賣保險，警區再披龍袍佢復出。《尋秦記》中，江華飾演嘅老雞陰狠又機智，堪稱最經典反派，憑此達到事業巔峰。呢位1962年出生嘅實力派，1984年從亞視藝訓班出道，大時代、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積累人氣。1996年轉投 TVB 後，《西遊記》唐僧、金玉滿堂乾隆等嘅角色深入人心。感情上佢頗受爭議。1990年同麥潔文結婚，育有2孩。早年曾經陷入同鄧萃雯嘅婚外情風波，最終靠妻子諒解回歸家庭。2006年後佢逐漸息影，2010年正式隱退，對外坦言厭倦娛樂圈是非，加上腰椎盤突出同抑鬱症困擾，選擇轉行賣保險。街頭派傳單、拜訪客戶嘅畫面與熒幕風光形成強烈反差。2025年電影版籌拍嘅事，佢斷言拒絕復出，卻喺同年國慶驚現廣東某景區，身披龍袍，重現95至尊雍正形象，引遊客瘋狂打卡。從頂流演員到保險經紀，再到景區活文物，江華用行動證明人生從無定軌。郭羨妮、港姐冠軍琴清2段婚姻之後大娃從政。郭羨妮飾演嘅琴清係無數觀眾心中嘅白月光，呢一角色讓佢躋身 TVB 一線。1974年出生嘅佢，2000年攞下港姐與國際華裔小姐雙料冠軍，出道即巔峰，《宮心計》、《古靈偵探》等劇進一步鞏固地位。感情之路頗為坎坷，早年同溫兆倫因戲生情，戀情飽受爭議後分手。2011年與內地動作指導朱少傑結婚生女。2017年因異地分居與性格不合離婚，此後獨自撫養女兒，刻意遠離媒體。近年佢逐漸淡出熒幕。2023年加入香港特區政府地區諮詢委員會，正式從政服務社區。如今嘅佢專注公益同家庭，社交平台嘔晒女兒日常，狀態充實平靜。從熒幕女神到低調公職人員，轉變令人意外。滕麗明擅由3遇渣男，堅守熒幕終獲幸福。滕麗明飾演嘅善柔俠肝義膽，係劇中最受歡迎嘅女性角色。1976年出生嘅佢，1995年參加新秀歌唱大賽出道。1998年憑陀槍師姐陳三元走紅，此後《死冤錄》、金牌兵人等劇奠定實力派地位，事業穩步發展，感情卻屢遭挫折，與魏俊傑9年愛情長跑。2007年慘遭對方劈腿，小20歲學生張麗華仲被惡語相向。此後同郭正雄嘅戀情亦因男方隱瞞婚史告吹，直到2013年佢遇見日資企業高管朱建坤。2016年低調結婚，對方唔介意佢嘅過去，細心寵愛。近年佢仍然活躍 TVB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、《白色強人2》中表現亮眼。拍戲時曾經因意外導致視網膜9成脫落，手術後依舊堅持。雖丈夫曾被捕強制員工加班，但佢公開護航，夫妻感情依舊穩固。如今事業家庭雙豐收，成為公認嘅人生贏家。國風呂不韋80歲氣骨常青，與妻恩愛50年，
喪妻後仍堅持拍戲。《尋秦記》中，郭峰飾演嘅呂不韋深謀遠慮，權傾朝野，將一代權臣嘅氣質演繹得淋漓盡致，成為劇集質量嘅定海神針。呢位1951年出生嘅資深戲骨，1971年加入麗的電視出道，早期憑武俠劇硬朗外形積累人氣。1980年轉投 TVB 後，迎嚟事業黃金期，從《社改英雄傳》到《神鵰俠侶》《鹿鼎記》，佢無論正派反派都駕馭得爐火純青，被譽為萬能配角。戲外嘅佢更係長情典範。1976年與 TVB 當紅花旦歐陽佩珊結婚，夫妻二人相互扶持。歐陽佩珊息影轉行中醫師後，依舊係佢最堅強嘅後盾。50年婚姻從未傳出緋聞，成為圈內模範。惋惜嘅係2017年，歐陽佩珊因肺癌去世，享年63歲。妻子離開讓郭峰深受打擊，一度暫停拍戲，但喺家人朋友鼓勵下，佢最終重返熒幕，用熱愛麻痹悲痛。如今80歲高齡嘅佢，仍活躍喺演藝圈。《使徒行者3：金宵大廈2》中，雖戲份不多，卻每次出場都驚艷觀眾。佢仲熱心公益，坦言只要身體允許，就會一直拍落去。敬業與長情讓網友滿係敬佩。劉家輝、曹秋道武打巨星慘遭癱瘓，被家人爭產，晚年淒涼度日。《尋秦記》中，劉家輝飾演嘅曹秋道武功高強，性格孤傲，雖出場不多，卻讓觀眾印象深刻。呢位1955年出生嘅武打巨星係劉家良徒弟。1973年以龍虎武師出道，1978年憑少林36房走紅，被譽為少林小子。此後少林搭棚大師、武狀元蘇乞兒等作品，等佢成為香港武打電影嘅標誌性人物。同成龍、李連杰多次合作。轉戰電視圈後，佢簽約 TVB、金枝玉葉、少年四大名捕等，劇中塑造咗無數經典武俠角色。感情上，佢經歷2段婚姻，同2任妻子各育有子女。然而命運殘酷，2011年劉家輝因中風導致半身不遂，從此癱瘓在床，生活無法自理。更讓人寒心嘅係，生病期間第2任妻子馬小玲同仔女不盡贍養義務，反而為爭奪佢嘅財產鬧上法庭。馬小玲甚至企圖轉移資產，導致佢一度冇錢治病。幸虧徒弟同朋友及時伸出援手，幫佢打理後事，展開法律鬥爭，最終奪回財產控制權。但係如今71歲嘅佢，依舊長期臥床，靠看護照顧。昔日武打巨星淪落至此，讓無數網友唏噓不已。陳榮峻路嗌門客，綠葉王情路坎坷，晚年喪妻再婚，71歲仍拍戲。《尋秦記》中，陳榮峻飾演嘅路嗌門客，雖戲份唔多，卻憑精湛演技留下深刻印象。呢位1955年出世嘅 TVB 綠葉王，1978年從藝員訓練班出道，數十年間出演咗《天龍八部》《射台英雄傳》等數百部劇集，無論俠客、官員定係反派，都演繹得惟妙惟肖，成為觀眾口中嘅熟面孔。如今71歲嘅佢，依舊活躍喺 TVB 熒幕，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《星空下的仁醫》中，仍有佢嘅身影。佢表示演戲係一生熱愛，身體允許就會一直拍。晚年收穫幸福，讓網友紛紛送上祝福。羅浩楷、李源喜劇能手挽柏金森，靠輪椅代步，太太貼身照料。《尋秦記》中，羅浩楷飾演嘅李源係琴清嘅愛慕者，雖戲份唔算食重，卻憑詼諧演技成為劇中亮點。呢位1949年出生嘅喜劇高手，1967年從國泰電影訓練班出道，後加入 TVB， 成為長壽節目《歡樂今宵》台主，模仿呂奇、林子祥嘅表演惟妙惟肖，仲演過《鹿鼎記》、《索額圖》等經典配角。影視生涯橫跨數十年，堪稱金牌綠葉，命運卻對佢格外苛刻。羅浩楷10幾年前確診柏金森，近年健康每況愈下，如今已無法自行走路，全靠輪椅代步。佢早年仲曾因大動脈閉塞、椎間盤突出、頸椎彎曲等問題飽受折磨，一度需要佩戴頸箍，眼疾更係讓佢雙眼無法對焦，出現重影。2017年，
佢因健康問題正式離開 TVB 淡出幕前。好在佢有妻子嘅悉心照料，仲雇有外傭打理日常。早年積累嘅投資收益，亦都能夠支撐龐大醫療開支。樂觀嘅佢笑稱買咗6部輪椅方便出行，閒暇時會喺樓下平台飛車自得其樂。雖曾坦言不知幾想死，但如今仍然在同病魔抗爭。妻子嘅守望成為佢最堅實嘅支撐。余梓明，周顯資深戲骨 TVB 御用爺爺，2022年病逝，享年78歲。《尋秦記》中，余梓明飾演嘅周顯博學多才，仙風道骨，係劇中嘅關鍵人物之一。作為 TVB 資深戲骨，余梓明從業數十年，塑造咗無數經典嘅長輩形象，被譽為御用爺爺。余梓明1944年出生於香港，1962年加入麗地電視出道。早期主要從事配音工作，後轉型為演員。1976年轉投 TVB 後，佢迎嚟事業黃金期，陸續出演咗《天龍八部》、《射台英雄傳》、《鹿鼎記》等數百部劇集。無論係溫和嘅爺爺、嚴肅嘅長輩，定係機智嘅謀士，佢都能夠駕馭得爐火純青，成為觀眾口中嘅熟面孔。喺長達60年嘅演藝生涯中，余梓明一直低調做人，敬業拍戲，從未傳出過任何緋聞。佢嘅妻子係圈外人，兩人相濡以沫數十年，育有一個仔。余梓明曾經表示，家庭係佢最堅強嘅後盾，無論工作幾忙，都會抽出時間陪伴家人。2022年，余梓明因肺癌去世，享年78歲。佢嘅離開讓無數網友同圈內好友感到悲痛。古天樂、孫孫等《尋秦記》主演紛紛發文悼念，網友紛紛表示：從小睇到大嘅演員一路走好，感謝你帶嚟嘅無數經典角色。李子雄、趙牧反派專業戶，演技精湛，現活躍內地熒幕。《尋秦記》入邊，李子雄飾演嘅趙牧心狠手辣，權傾一時，係劇中最經典嘅反派之一。憑借呢一角色，李子雄再次鞏固咗反派專業戶嘅地位，成為公認嘅實力派演員。李子雄1959年出生於香港，1985年參加 TVB 藝員訓練班出道。出道初期，佢主要出演一啲配角，直到1986年，憑借電影《英雄本色》中嘅宋子豪一角走紅，成為當紅演員。呢部電影讓佢獲得第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提名。此後佢陸續出演咗《滴血街頭》、《整蠱專家》等經典電影，同周潤發、梁朝偉等巨星多次合作，演技備受認可。喺數十年嘅演藝生涯中，李子雄塑造咗無數經典嘅反派角色，被譽為香港影壇第一反派。佢嘅演技精湛，無論係陰狠嘅梟雄定係狡猾嘅小人，都能演繹得淋漓盡致。感情方面，李子雄經歷咗2段婚姻，同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個女兒。2007年同圈外女友黃雅琪結婚，婚後感情十分和睦。近年嚟，李子雄將事業重心轉移到內地，陸續出演咗《楚喬傳》、《那年花開月正圓》、《慶餘年》等熱門劇集。雖然大多係配角，但佢嘅演技依舊在線，每次出場都能俾觀眾帶嚟驚喜。此外，佢仲經常參加內地嘅綜藝節目，人氣頗高。如今67歲嘅李子雄依舊活躍喺熒幕上。佢表示，只要有合適嘅角色，就會一直拍落去。廖啟智，鄔廷芳父親，金牌綠葉，演技封神。2021年因癌症去世，享年66歲。《尋秦記》中，廖啟智飾演嘅鄔廷芳父親，仗義豪爽，愛女心切。雖然戲份唔多，但係憑借真實自然嘅演技，成為劇中一大亮點。作為 TVB 嘅金牌綠葉，廖啟智嘅演技早已封神，深受觀眾同圈內好友嘅尊重。廖啟智1954年出生於香港，1978年參加 TVB 藝員訓練班出道。出道以嚟，佢一直活躍喺 TVB 熒幕上，陸續出演咗《天龍八部》、《射台英雄傳》、《刑事偵緝檔案》等數百部劇集。無論係主角定係配角，佢都傾盡全力，將每一個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。喺長達40幾年嘅演藝生涯中，廖啟智獲得過無數獎項，包括2次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獎，1次台灣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。佢嘅演技精湛，被譽為無冕之王。感情方面，
廖啟智同圈內演員陳敏兒結婚，婚後育有3個仔，夫妻二人感情十分和睦，係圈內嘅模範夫妻。然而命運卻對呢位實力派演員格外殘酷。2003年，佢哋嘅第2個仔因血癌去世，享年5歲。呢一打擊讓廖啟智夫婦深受悲痛，但佢哋相互扶持，一齊走過咗難關。2021年，廖啟智因為癌去世，享年66歲。佢嘅離開讓無數網友同圈內好友感到悲痛。古天樂、劉青雲等巨星紛紛發文悼念。廖啟智用一生詮釋咗演員二字嘅含義，佢嘅演技同人品都深受尊重。雖然佢已經離開，但佢塑造嘅經典角色永遠留喺觀眾心中，成為香港演藝圈嘅傳奇。姚樂兒，珠璣性感女神，早年飾演嫁血外富豪，現家庭美滿。《尋秦記》中姚樂兒飾演嘅珠璣美艷動人，命運坎坷。憑借呢一角色，佢成為當時備受關注嘅性感女神之一。姚樂兒嘅演藝生涯雖然唔長，但塑造嘅角色都頗有記憶點。姚樂兒1973年出生於香港，1995年參加新秀歌唱大賽出道，隨後簽約 TVB。出道初期，佢主要出演一啲配角，憑借性感嘅外形同紮實嘅演技，逐漸積累咗唔少人氣。除咗《尋秦記》，佢仲出演咗《陀槍師姐》、《洗冤錄》等經典劇集，與滕麗明、歐陽震華等演員多次合作。感情方面，姚樂兒一直十分低調。2008年，佢同圈外富豪吳俊康結婚，婚後逐漸息影，專心經營家庭。據悉，吳俊康係一名建築師，身家豐厚，對姚樂兒十分寵愛。婚後兩人育有一個女兒，家庭生活十分甜蜜。息影後嘅姚樂兒徹底遠離熒幕，好少出現喺公眾視野中。偶爾有網友拍到佢同家人出遊嘅照片，照片中嘅佢狀態十分唔錯，容顏依舊，氣質優雅。網友紛紛表示，從前嘅性感女神，如今成為幸福嘅少奶奶，太令人羨慕啦。如今嘅姚樂兒過住富太太嘅生活，閒時陪伴家人、旅遊購物，日子過得十分充實。雖然唔再活躍於熒幕，但佢塑造嘅珠璣等經典角色依舊讓觀眾難以忘懷。時隔24年，《尋秦記》嘅10位配角演員人生軌跡可謂天差地別，有人息影轉行，過上平淡嘅生活；有人依舊活躍熒幕，事業長紅；有人情路坎坷，晚年淒涼。仲有人已永遠離開咗我哋。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部真實嘅人生劇，充滿咗驚喜、遺憾、悲傷與幸福。從熒幕上嘅配角到現實中嘅主角，佢哋用自己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人生冇永遠嘅輝煌，亦冇永遠嘅低谷。無論遇到咩困難，都要勇敢面對。